左轉先見到右邊嘅兒童公園，然後一直向前行，向東而行，呢條就叫做一德路。一德路始建於1920年，原來呢係廣州嘅南城牆遺址，因為附近有崇正書院同埋宜德書院，所以呢就叫一德路。一德路自古以嚟就係廣州嘅批發集散地，早期呢以鹹魚、乾貨、水產批發而聞名於世界嘅。而家呢都係批發海味啦。而家你睇到左手邊就係一德路地鐵站，咁裏邊條街呢都有批發嘅。咁啊，而家喺街頭嘅兩邊，呢邊都係一啲海味乾貨啊、南北乾貨啊、中藥材啊、糖果咁，仲有啲節氣用品啊、玩具咁嘅綜合批發市場。當然啦，而家時候啊尚早，鋪頭都未開，咁而家大家見到左右兩邊嘅騎樓呢，商店都未開門嘅。好，石室就轉左，呢個就係廣州最出名嘅石室。石室又叫做廣州聖心大教堂，全名呢耶穌聖心主教座堂。因為佢都係用花崗岩造成嘅。教堂始建於1863年，由法國傳教士主持修建，歷時25年嘅，於1888年建成。成個建築呢係哥特式風格，兩座高達58.5嘅尖塔呢好明顯嘅，造型莊嚴肅穆，譽為東方巴黎聖母院。而家呢，我哋已經離開咗石室啦，準備再向前呢，就海珠廣場，成條一德路到咗呢度差唔多啦。左邊而家你見到就係一個文匯廣場啦。前邊呢座都係一啲典型嘅騎樓，過咗呢座樓呢，就會到解放路，然後一德路就結束啦。好，前面就開始要到海珠廣場啦，準備結束啦。鍾意嘅話呢，我哋就做多啲騎視頻啦。